社会遇到建构，阮已经拍拼了50-60年啊。咱继续拍拼，无要放恁煞。迄个会钱吼，等迄个蔡教授入来再做伙讲啦吼。昨日啊补几部吼，是。啊讲迄个，若是咱即个 Google Meet 的 link 吼，寄去 Messenger 的时阵，迄个 link 怎直接会入来，怎袂走按 Google Meet 入去，会怎变做 Messenger 的迄款迄个 video call 啦。所以不足久较知影讲，甲大家插掉就是安尼。哦，这是名册咧。足吹气。名册咧，对。啊，有时啊，安尼有时啊，袂我毋知影，昨昏阮就试几啊波，试几波了，奇怪。我看即个蔡教授足准时的吼，伊遮袂念在有困难无？我来个我来问看查。我来。哦，你会等下电脑电，你若讲即摆开啊咧等你哈。好，我即马等候蔡教授。你还没甲我熟悉？我有啊，我伫台北的阵吼，受公道边真侪照顾。好，公道。好。对，是。你来。教授平安，就顾无看。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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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尼，咱会当互相来熟悉一下啦，好无？哈。免啊，咱逐个拢自我介绍，哈。好。我是陈龙光，哈，即摆住伫洛杉矶，哈。我是即个南湾长老教会退任啦，哈，长老，哈。过去拢办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主要的目的就是足简单，就是讲鼓励台湾人用台湾话吼来论台湾文化啦，吼。今仔日第一遍有机会来讲到即个社会运动，吼，即个题目，即个题目是蔡丁贵教授甲咱设的啦，吼。我感觉这真好安尼吼，真期待吼。好，无咱来按上下人开始来按论点。有啊。大家平安，我是桂润婷今日来主持身份是欧妈妈执行长因为迄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甲龙光兄因做伙逐个月头一场是欧妈妈来看安尼。今日即场龙光兄找我来主持，因为迄阵有讲到要请蔡丁贵教授来讲我就讲我甲蔡教授，我迄阵我即摆徛打狗我是屏东南州人2014去伫台北高中去年拄搬倒来讲伫台北期间就互蔡教授遮受到真侪照顾，对对蔡教授讲到边迄个阵就是做伙拍拼伫街头冲优质若是大家可能较知影的，可能是2018的时阵去破迄个种草头自由迄个行动，其实就蔡教授就是伫幕后大力支持的，阮遮可能大家伫媒体顶头看到较侪是阮遮的前线人，毋过其实蔡教授就是伫后壁甲阮相挺的，就真正是蔡教授长期安尼甲阮照顾，所以就讲到即场迄个龙光兄就请我来主持即场安尼，大家多多指教。咱个另外一个主持人这是伫台湾，恁搁一个美国一个主持人，即摆有一个叫做江南书院佩金啦伊呢，我看伊的迄个咱拢有写一个啥物把面找我，所以我想讲，安尼说袂歹咱因为咱即摆咧讲你即摆是台湾即摆咧发生的物件，其实是一场足大的社会运动啦，可能会改变咱台湾的面貌嘛，无定对啦，我伫安尼远远看毋知影无是毋是请迄个佩金来佩金来介绍一下自我介绍一下。好，我大家好，我叫何佩金。其实我迄个第二个字应该是台文应该我知我名，应该是杯
背金，背但是阮当自细汉拢叫我配金，所以我白话我写配金安尼。诶，我写的，嘿，我初中毕业来美国，所以我来美国真久啊。台北人，我是我是自细汉，其实我蔡丁贵教授有见过面。顶摆来足久以前来美国的时阵，我有去参加我会记得教我囡仔有甲蔡丁贵翕相，我原来个晓出来。嘿其实罢免的议题，老实讲，我其实无讲介有研究，因为我迄区免罢，所以我是斗三，是有通斗三工，斗三工，但是你讲安怎添啥，其实我拢无去研究，因为我家己免添，对多谢感谢梁光兄叫我邀请我来主持安尼好，来我毋知恁两个啥物人较少年啦，剩两个拢是咱应该论点较少年。我是讲你讲两个教授，帅教授较少年好来，应该牧师较少年吧？即摆是看啥物人来投靠？看起来较少年啦。我40年出的。安尼我是1949啦。对啦，你记牧师少1951，我1951的嘿。嘿啦，安尼你较少年啦。嘿。好来，安尼无你迄个记牧师你先啦哈。嘿，要开始即个主题吼，还是？我介绍，咱即摆未开始。好介绍，OK 好。我介绍，我是，若是讲参加台湾的独立运动吼，我是以高中就开始安尼，因为我大学1年吼，就住伫迄个社创民营岛安尼。迄个暗伫1969年，因有发表一个自救宣言，结果迄个暗调查局来因兜敲安尼嘿，我在场安尼，敲着为面照批内底吼，摕2万块的美金，当然因就去互掠去安尼嘿。迄2万块的美金是为唐培黎带入来安尼嘿，唐培黎是台湾新人院的教授。伊即个钱毋是要做运动的内容，是做迄个运动受刑人的家属的帮赞安尼嘿。所以唐培黎1970年就互人驱逐出境安尼嘿。所以后来我伫台湾新人院教册的时阵，才知影讲哇，教会有足侪鸟白安尼，甚至伫新人院嘛足侪鸟白安尼嘿。看学生老师看起来拢成了白安尼嘿，所以会当看见台湾即种的现象足大的问题安尼嘿，甚至伫最近的罢免，咱知影长老会拢无发声，长老会敢若用一个机构、用一个组织委员会去发声，总会整个吼，总委毋敢发声安尼嘿，所以当看见。连长老会高层受渗透，就足厉害安尼嘿。因为长老会关心遮个台湾的政治，已经是差不多应该有要到50档安尼嘿。所以国民党当然足惊即个组织安尼嘿。所以差不多对差不多40年前，因就一直咧做渗透的工作。虽然目前伫长老会。足侪，大概算袂了，即种被渗透的人安尼嘿，所以这是长老会内底碰到足大的困难，所以伫1984年，我就到伫美国，到和梁光兄伫遐阮共教会安尼嘿，所以迄个时阵开始有从事一寡台湾的关心的工作安尼嘿，我会记得。伫迄年，就是陈南荣放火烧家己的时阵，伊的某囝为着要避免追杀，所以来到伫阮教会，伫陈良光的厝，阮伫遐有一个
无款的妈咪参会算家庭礼拜安尼嘿。所以当看出，迄个时阵台湾的教会也是足侪关心台湾的情形安尼嘿，总是经过差不多安尼，迄阵是1984大概88年的时阵安尼嘿，到即马要到30年，就是伫北美的教会对这方面的关心开力愈来愈细安尼嘿。台湾的教会去较济，我即马是伫台湾的社龙教会底下咧帮忙，会当看出这个足侪少年的牧师一点点都无本土意识，因会讲道因教会推行什么嘿，敢若剩济南街一间，也咧拍拼咧嘿，所以台北市的教会差不多放弃，无做这方面的拍拼咧嘿，非常非常的可惜。所以伫2014年，我伫香港中文大学伫遐咧写博士论文的时阵，特别感受到香港人迄种的转变。这咱也知影是迄个我跟你去。迄种的改变，像讲曹兴诚差不多讲迄个时阵伫遐呢嘿，看见香港迄种的受剥削，非常非常的清楚。因为参加雨伞革命的时阵，甚至遐个讲军队也好，也是讲遐个治安人员，直接走来中文大学伫遐，迄个催泪弹安尼宿舍，共款安尼催安尼嘿，所以感觉讲迄种诶可怕。所以伫2018年我参加伫台湾香港诶一个活动的时阵，我对我伫何应师演讲的头前徛伫伊头前，结果伊遐被喷漆安尼嘿，所以特别感觉讲，要通过宗教信仰参加社会运动吼，老实讲，伫今仔日伫电脑会非常非常的薄弱安尼，非常非常力量非常的少。莫搁我讲到台湾的建国，搁较毋敢安尼嘿。这是我大概我对家己的一点自我介绍，咱看再搁详细来讲这。对啊，稍后咱请迄个蔡教授来自我介绍者，咱即摆还未开始啦吼，还未开始，要互相熟悉啊。OK， 你就足精彩啊啦。剩2分钟哦。我应该我是1978出国啦。出国以前拢是感觉家己是中国人，出国了才知影家己是台湾人所以我1990月较搬转来台湾，我拄开始是我家一个人，因为我的囡仔迄阵拄一个伫高中，一个伫初中，所以阮太太就伫美国顾囡仔，无甲我转来。当然迄阵另外一个考虑就是讲，有可能转来台湾了吼，有可能会去互中国国民党掠去啦，所以囡仔甲牵手就无转来。所以转来了，当然台湾的一搭有这社会运动嘛，有成立台湾教授协会。我是到2007年，应该是08年吧。年底我甲争取讲要做台湾教授协会会长啦。会长了，当然迄阵就谢中庭的参选失败嘛，就2000年到2008年是变过来就谢中庭，所以就2008年年底选举失败了，就开始街头抗争啦。因为2008年的5月2日，就马救上阵嘛，到2008年的年底。所以我做台湾教协会是2007年啦，我补充一下，我就做2档，迄阵一任1档啦，我就争取做2档，所以伫街头抗争是2008年的年底，按绝食开始啦，
所以到后尾也成立公投和台湾联盟，所以这个题目就是我尾拢较接去教会啦，这我会去教会，就是因为我咧抗争的时，较知影讲有耶稣这个人的故事。本来我是知影有耶稣，但是唔知影耶稣是啥物人物啦。当然知影基督教对耶稣是甲当作神啦，我即摆做假教，我就甲按即个科学的迄个科学甲社会运动的角度，我感觉耶稣是一个革命分子啦，是一个社会运动的领导者。我是拢按即个角度去咧读圣经，所以即摆我毋是基督徒啦，所以因真侪人拢要叫我洗礼，我拢无接受啦。我无接受，就是讲即个信仰毋是靠洗礼啦，信仰嘛毋是靠遗传的，所以我就有那作铁气就对啦，所以我就特别想讲社会运动较会失败。独立建国运动较会失败，拢袂成功啦。拢到这样时，真侪人社会当然拢真满意啊。我是拢无认同这种的心理的认同啦，所以我就想讲，这耶稣圣经内底毋知有讲起耶稣是安怎来教导伊咧带领的这个社会革命运动所以我就拢有去，我嘛去教会做礼拜，我是伫台北公益算台北的台湾公益行动教会，迄个无够长的啦，伫迄个公礼拜的下晡时啊，我有去济南教会查经，嘛去济南教会上迄个郑阳恩牧师的课，我就是讲。听这牧者看因安怎解说啦，我就有那真算讲，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领域所以我基本上这个题目的我是想要探讨，讲信仰有法度带领来完成咱上帝国的这个目标无啦？目前我是感觉这个。耶稣的教导应该有啦，但是讲大家人无啥了解啦，大家人无了解耶稣，基督教嘛甲耶稣的教导拢教因要爱安尼解说啦。我感觉迄对我来讲毋是好的解说，颠倒互足侪人对基督教解，若准照我的角度来讲，就是讲解的迄个。神圣性啦，holiness， 该降低啦，当然降加安尼加迄个民间宗教的水准差不多啦，就像你有拜有保庇啦，这种的这种的对我来讲，这毋是信仰啦，所以我是感觉讲社会运动需要信仰，但是信仰是啥？信仰毋是宗教，所以这个题目我是感觉讲当然我真欢喜看到论坛会当支持啦，因为我是感觉台湾的少年囡仔对信仰嘛无啥了解啦，因可能拢会感觉有宗教，但是因对基督教的信仰嘛无啥了解当然基督教互因的印象，也是讲互因了解的信仰，基督教本身嘛无，我感觉嘛做了无好啦所以就从中间有一个真大的悬殊，所以查经真少看到少年囡仔啦，但是运动会看到真侪少年囡仔。济南教会运动，济南教会参与运动，少年囡仔拢应该，我咧看是源源不绝啦，其实迄是信仰啦，就像因安怎较会要来，这我感觉是一个真好来讨论啦。我当然我无把握讲我看的，我观察的，也是讲我的结论就对的。但是就讲这，我是希望讲社会运动到尾也是讲建国运动到尾无信仰袂成功啦。这我十几档伫街头安尼但是什么叫做信仰？
我是感觉教会嘛无民间宗教免讲啦吼，啊，基督教嘛无讲了嘛无甲即个议题，还是讲甲即个精髓啦吼，伊诶真正诶精神信仰是啥物物件，嘛无互即个台湾社会了解吼，更加佫无互这少年诶世代了解啦，因为基督教伊嘛家己拢伫烦恼讲哦，教会内底都拢无少年诶啊，其实像迄个济南教会伫办社会活动，比如大罢免，迄大部分拢是少年诶啦。我无啥需要去参加迄啦，我是会观察啊，甲鼓励，啊，甲分享我诶经验啦。我先讲到遮啦，啊，等下大家来看有啥物问题，阮做一个引言了，啊，甲大家较来讨论，安尼。真多谢安尼几位大家自我介绍啦，吼，咱还未正式开始吼，咱就学习着足侪啦，吼。咱来讨论，咱今仔日来流程好无吼？我已经有写伫咱的群组啦，吼，啊，大家敢有同意啦？那有同意，咱就免去讲，咱就照安尼来进行，好无吼？迄个慧珍，你敢有问题无？吼，会使啦，吼，好，安尼无咱就我先来介绍一下啦，吼，啊，拄则我先来介绍咱即个论坛啦，吼，可能检测今仔有新的人来，吼，啊，毋知影讲即个咱即论坛的性质啦，吼，咱今仔日是咱第184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吼。咱这论坛已经继续差不多要4档啊，每礼拜六啊，共这个时间聚会吼。咱的目的足简单，就是敢若讲要用这个台语吼来论这个台湾文化吼因为台语无去，主要是欠平台吼所以咱就用各种的无共款的讲无共款的议题吼。我印象中今仔日应该是咱头一遍吼。来讲到即个社会运动即个议题吼，过去咱讲足侪文学、语言、历史吼，甚至财务、商业、科技等等议题拢有啦吼。今仔是咱第一遍的即个有关即个宗教信仰甲即个社会运动吼的讨论吼。其实即个题目是即个蔡教授吼。伊提供的吼，咱拄则就听到讲伊先仔较感觉即个宗教信仰和社会运动即个议题真趣味吼，嘛真适合踮咱的论坛来讨论吼。咱今仔日即个进行大概是安尼啦吼。咱会先请即个两位即个主持人吼来介绍一下吼，介绍因的团体介绍讲因。会招一寡因即个团体的人加减来发问啦，吼。了后咱先请即个季牧师吼来讲吼。伊伫即方面是伊有学术性方面的理论吼。伊伫即个香港中文大学吼，伊写的博士论文吼，是守护正义的神学关怀啦，吼。讲咱较会当了解，就是讲。转型正义的领导关怀这方面的议题吼，刷落去了后，咱较请这个蔡定贵教授吼，来对这个实践面的这个方面吼，来分享吼，来咱就甲时间交互两位这个主持人吼。好，安尼咱即摆是毋是先请这个论点你来引言一下吼，来配进，咱来。就把时间交互即个基督赞牧师，搁刷落来蔡定贵牧师。好，陆玲请。好，大家平安，我是润婷。今日是咱第184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咱的台语文化讲座邀请蔡定贵蔡教授也着我对蔡教授的认知上熟悉是讲道明发起者嘛伫台北的阵受到伊一个照顾。来讲，阁有纪福赞牧师来甲咱讲宗教信仰甲社会运动。纪福赞牧师拄则若是有较早入来的朋友嘛有听到，迄个龙光兄有介绍，纪福赞牧师是咱咱台湾台文通信
早期足主要诶高果价之一伫迄阵嘛甲带过咱三拜甲聪明因兜有一个人对理论有做过社会运动相关的研究，一个人对理论着，一个人对实际的行动，来做伙来讲咱今仔日即个主题。我家己本身就先甲大家讲，拄则中光兄讲的迄个时间，我互大家参考前，有咱原底定的时间，即马咱有较慢才开始。原底是定讲咱10:10这个时间开始，应该是记牧师来甲咱演讲，过来10:35，也就是讲差不多是25分钟啦，吼。咱会请2位讲者，一个人讲25分钟了后，咱若是听众各位有啥物问题，拢会当先记落来，后壁会当来发问。我先搁讲哦，因为爱介绍我家己本人的组织，今日来做主持，是因为我是迄个做伙来讲台语宣教妈妈好无执行长。阮主要是伫做囡仔亲子教育的事工。这事工目的是啥？要来去咱的台湾国。我个人若是甲宗教还是社会运动方面，了解甲观察，可能是阮母本身嘛是基督教会的会友。虽然其实我伊袂直接甲阮讲这，毋过因为厝里都有相关的圣经的故事，所以从细汉嘛是会看。毋过有后来参与社会运动即条路，包括是有蔡丁贵先摆照顾，佮有侪其他真侪甲我引带照顾的先摆，本身嘛是我真敬重基督徒伫因身躯顶，我看到真侪，我无确定迄是宗教的精神，还是信仰的精神，真正互我学习真侪。当然拄则基牧师嘛有讲到，伫即几我无确定是即几年，还是即几十年，迄信仰甲理想。无论这理想是社会运动还是台湾建国之间，有慢慢放弃还是脱节的现象，才嘛会当伫会后咱来讨论对。毋过我有影伫我家己行即条路，受到真侪先摆伫宗教信仰顶头有坚持的先摆照顾，真期待今仔日的内容，多谢大家。好，咱时间有较满，所以我简单小解解。大家好，我是何佩金我是景南书院的理事甲财务阮是一个无出摊的组织目的就是甲台湾文化论坛同款，就是想要用台语来讲逐项事安尼，用台语来过生活。即摆的论坛是由咱2个台语运动的团体金南书院甲欧妈妈协会咱邀请到蔡丁贵教授甲台湾长老教会的纪福赞牧师来分享因对宗教信仰甲社会运动的关系甲影响。比如讲譬如讲咱台湾大部分是政治运动还是社会运动有啥物宗教信仰甲社会运动啥物关系所以小等福赞牧师会先甲大家小解甲解说教会伫社会运动的内底的角色个社会运动对群体宣教有啥物影响再来蔡丁贵教授会甲大家分享伊个人的经验伊对社会革命运动的理念还佫有伊感觉宗教甲信仰有啥物关联安尼差不多安尼精彩的部分留咱的讲者来讲。好，等一下，咩纪牧师？就甲时间交互纪牧师，时间交互你，多谢。我真欢喜当甲咱分享即个题目：宗教信仰甲社会运动吼。宗教信仰随上讲起来真阔，总是我较要限制伫基督教的信仰。即马较济教会即个用词吼，渐渐足侪学者无爱用安尼嘿，因为教会会对了地教袂当实践耶稣基督迄种信仰所以即马
我咧研究的时阵咧，讲是咱的殉道，足少用到教会即个用词，阮会用叫做基督信仰的团体安尼嘿，的群体，用即个来，因为教会足宽安尼嘿，咱会当看见天主教啊是其他各种的教会，咱看起来无像教会，所以较用即个叫做基督信仰的团体安尼嘿。宗教信仰，咱会当看见台湾的宗教信仰嘛足侪，民间宗教特别。咱会当看见妈祖的崇拜，也是讲白沙屯迄种的宗教信仰，总是迄种的宗教信仰较常是掠妈祖做一个绑架的款式，来做因家己要爱安尼嘿。像讲咱知影当过票啊，伊就是绑架妈祖，迄嘛种宗教信仰，总是伊的宗教信仰是绑架妈祖。来找到伊要爱的敛财，也是政治的利益来看呢嘿。当然，白沙屯较社会化，总是若要用宗教信仰甲社会运动，差不多是无关系。咱讲所讲的社会运动，就是讲通过宗教信仰，会当对社会产生什么款的 impact， 好的影响，总是咱会当看见台湾的宗教信仰。较常是带位上，带位歹去安尼嘿。咱今仔日有看见台湾的一个新闻，伫花莲不昆市，伊用伫宗教信仰的部分用1.5亿，总是像伫高雄，因敢若用差不多2-3千人尔，差不多7-8倍。总是迄个通过宗教信仰的投资，目的是要创啥？摕到伊的啥？政治利益，毋是真正对宗教的文化有啥物介绍，还是讲对社会好良善的影响无？伊将宗教信仰当作伊会当控制的一种工具安尼嘿。所以若要讲宗教信仰，我要先来，我伫1014年的时阵。香港拄好有雨伞革命，迄阵叫做真普选，所以我伫遐咧写论文的时阵，我有写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是针对处境神学这个角度和这个方法论去所写的一篇论文安尼吼。我有分做几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讲，教会本质是一种抗文化的群体安尼嘿。咱会当看见拄则蔡教授。为了讲起到对教会目前台湾特别是基督教教会失望的一部分安尼嘿，无毋对，台湾足侪教会渐渐失去教会的本质，所以对伫抵抗文化的群体，这个定义差不多是无去安尼，差不多是无去。有一个神学家叫 Stanley Howard， 伊安尼讲，伊讲福音的呼召是爱。这个群体加入一个异类的群体，这个异类的群体就是要参与一个对抗主流文化的现象安尼。咱看见台湾的主流社会文化现象，对伫政治来看，当然国民党乱七八糟，将台湾的政治文化已经变做独裁文化，带歪去利益安尼嘿。是讲对社会文化，台湾咱会当看见对伫价值观差不多无安尼嘿，若是对宗教文化来看，我佫较糟糟安尼嘿。所以伊将教会也是讲基督信仰这个团体，当作是种对抗主流文化的现象的存在的目的安尼嘿。所以有一个神学家叫 Richard Niebuhr。迄是我以前伫1980年，伫UNION也是林哥伦比亚的神学院伫遐，伊提出基督教信仰甲对抗文化改变文化、接纳文化，然后超越文化。迄是教会也是讲基督信仰团体应该有的一个本质安尼嘿。所以咱会当看见真出名的蒙非法，咱拢大概捌听过。潘霍法，伊讲教会存在目的
是为着他人来存在。一个教会，伊若失去即种为他人来存在的目的，安尼伊就无去称作教会安尼，伊就无资格通称作群体耶稣基督信仰的一个群体安尼。但用即种定义来看，咱会当看见今仔教会真正全无几间安尼。我捌伫教会牧会，捌伫新南院教册，捌参与社会运动。从安尼来看教会时，今仔日教会已经失去迄个抗文化的群体即种的资格安尼。第二项我要讲的就是讲，参与社会运动，应该是教会抗文化群体的一种的宣告安尼。长老会伫台湾差不多是160年，今年160年安尼吼。伫即个160年的中间，大概对台湾的社会有较大影响，整个的影响，就是1882年的时阵，马偕伊捌代表台湾人伫迄个西亚反，就是中国甲法国战争的时，伊有代表台湾人上阵，该讲毋好入来台湾屠杀。伫1895年的时阵，咱知影巴克勒牧师嘛共款，带领台南的一寡领袖，也是讲社会的新士，去和日本伫遐有一个交谈，是对台湾整个的影响，大概有指两个较大的事件。所以大部分差不多是伫社会文化，也是伫宗教文化有做一寡改革。像讲咱知影一个足出名的孙理莲，伊有成立一个挂彩机会，对伫原住民的帮赞，来用社会救济，是讲社会文化的改变，对原住民的改变足大呢。若看早起对古早第一代的宣教师，像讲甘威廉来到台湾传福音的时阵伊有特别去帮助遮的青美人。咱知影今仔日台湾的青美人，也是草原人遮的人的关心，是为甘威廉开始的。第三项，咱想较大的大概就是社会文化的改变，像讲解放旅馆。也无基督教的福音进入到台湾的时候，台湾无啥物旅馆安尼，所以台湾教会开始有啥女子的教育，然后改变遮的妇人人权益安尼。但是讲对善车，教会伫过去也有做一寡善车的关心安尼吼。所以基督教文化若是对历史来看，对伫社会文化、宗教文化有一个确实有通过群体的力量去改变这种的文化呢。什么时阵长老会较踏入伫政治文化的改变？我想是为高准明牧师开始安尼。第2礼拜的时阵，长老会无参与。敢若有一个牧师叫做萧条金伫公山，因为过一寡青年人，所以互来枪杀安尼。当然，第2礼拜受枪杀的有足侪遮的社会的领袖，足侪是医生、律师，因为因较早接触西方的文化，遮的人拢是基督徒安尼，死的人足侪安尼。像讲咱知影伫花莲咱会当看见有足侪即类的，因是用本心来参与，毋是用教会的整体来参与社会运动安尼，还是讲政治的运动。一直到高准的牧师互掠去的时阵，长老会才是群体参与伫即种的社会运动安尼。因为迄个时阵，我有几个同学亲像讲柯天然。因拢甲我同期的同学安尼，当因为美丽倒数行互掠去关的时阵，
教会有两边无相像的看法啦呢，因为因较先进，也是讲较 liberal， 所以因伫教会伫新人因的表现，会啉酒，会安尼较无共款的迄种生活方式安尼嘿。所以我老师会感觉讲这是歹学生，毋是好学生，将来可能无适合做牧师。总是因伫社会运动，因为有一个老师，就是谢秀雄，是伊主要带领的老师，应该带入去参加美丽岛的事件了后，迄个时阵教会还无共款的共识，一直到高准的牧师奉掠去的时阵，长老会也成做一个群体的信仰群体参与伫即种社会的运动安尼，所以咱会当看见迄个改变是安尼。当然是进前，咱知影伫台湾的主权运动拄开始的时阵，像讲伫1980年，咱知影有伫纽约有黄宗义牧师，有林宗义长老，阁有黄武东牧师。黄牧师是捌做过总会总干事真久安尼，黄宗义牧师做新南院的院长真久，林宗义牧师因为老爸228的受害者，所以拢是基督徒的群体，渐渐变做一种长老会群体参与伫社会运动的一个开始。所以咱会当看见即种参与社会运动，用教会做整体来参与的，差不多为1980年才开始安尼。当偌久，我想当甲阿扁也可以做总统的时阵，就无去安尼。因为教会往往是必须徛伫对抗的立场安尼。因为民进党做执政者，却失去迄个对抗的对象，所以渐渐即个整体参加社会运动的气力就无去安尼，一直到什么时阵才开始，才搁恢复？伫最近安尼，最近有足侪人对伫教会的歌赞咧带领的时阵，用教会整体来参与社会运动，参加大罢免的时阵，教会足失望的，非常的失望。所以渐渐足侪人伫教会家己有遮的参与，总是用教会成做整体已经失落迄种教会对台湾社会的影响的气力安尼长老会互人看做是参与社会运动，是主要有3个宣言。第一个就是国事声明，然后有5文的分约，到伫1977年的时阵，人权宣言第一遍提出一个用词叫做建立新独立的国家。这个伫台湾社会，这是第一遍用整体的力量要求台湾的政府这个方向来走安尼。1977年，我所知影的遮的先辈，因要发表这个声明的时阵，因先将因的污言写好势，因知影因可能有性命危险，连因的夫人人嘛拢唔知影。后来发表出去的时阵，可能咱知影高准牧师就受掠，阁有一寡人受掠安尼总是迄个时阵，台湾的教会渐渐开始有基督会，开始有遮的像讲受咱家属的关心。迄个时阵，教会伫台湾的社会有互人感觉袂歹。我想亲像蔡教授，可能这个时阵接触到这种教会的身份，然后渐渐讲，教会袂歹，无来参加看卖啊。总是参加了的时阵，我想会当了解，伊即马大概对教会失望是非常的大啦总是咱会当看见，这种用群体参与一个社会运动的空间，时间时常毋是足长啦毋是足长。所以威廉天普有一个过去英国的一个大主教，
伊讲教会伫地面上，人是为着别人来存在，啊，即个存在的群体就无够存在的意义安尼。王辉话，互咱嘛是安尼想安尼嘿。总是事实上，今仔咱会当看见，足侪咱所讲的华语教会，差不多无即种的观念，努力发展家己的组织，对伫社会青梅安尼，对伫社会遮个文化的改变，差不多是青梅安尼。啊，所以有人若是拄则蔡教授咧讲，足侪青年人伊宁可去参加社会运动，无爱来教会安尼嘿。啊，即种的看法实际上是错误。咱知影耶稣基督是一个社会运动的改革者安尼嘿，咱会当看见伊的一个看法，譬如一个咧讲到报税，耶稣时代因爱报税，啊，所以一寡遐个较保守派的犹太人就提一个来问耶稣讲，会用诶抗税啊未？抵抗卖纳税。耶稣甲因回答，即句话咱拢真熟。伊讲：你手会摕啥？摕一个钱银。啊，迄个钱银顶悬，当时罗马的钱银顶悬，拢有罗马皇帝的像安尼嘿。啊，所以就甲讲，即个像是啥物人？伊讲该撒的，啊，你就该撒的物归该撒，啊，上帝的物啥归上帝安尼嘿。头一句话咱会当了解，因为迄个钱银顶悬是该撒，啊，所以你就爱纳税，爱向该撒安尼嘿。总是上帝物归上帝，这是咧指向。主要耶稣是咧讲去到，什么是上帝物？按照基督教，也是按照犹太人的观念，人有上帝的形象，啊，所以人有上帝的形象，人就是受属上帝安尼嘿。当时犹太人因用绑税吼，啊，所以对伫家己的同胞有足侪的剥削。耶稣咧甲因提醒讲，纳税是对，啊，总是你要剥削你的兄弟，这个兄弟有上帝形象，安尼，甚至你本身嘛是属上帝安尼嘿。伫遐主要咧甲伊提醒讲，当你参与伫一个组织的时阵，你要想到你是有上帝的形象安尼嘿。所以，毋是按照你家己的利益，伫遐来做一个考虑啦吼。第三，我今仔有伫我过去，互咱有一个outline，就是讲恢复的公民运动是群体宣告的一个典范安尼嘿。我想有足侪人对伫参与教会的活动渐渐足失望安尼。我甚至做一个牧师有时，我嘛感觉足无力安尼嘿。免啊带领教会亲像耶稣基督迄种对伫文化的抗争，对伫人权的关心，对伫遮的受剥削的人的关心，教会实在是足少。我们就像蔡教授所讲的，那甲毋是伊所要爱耶稣的款式安尼。总是实际上，咱若看见圣经真正的了解，伊对伫耶稣即个画像的描写，含今仔日教会咧传的已经是足远安尼嘿。像讲《路加福音书》内底，咱会当看见有3本的福音册，对伫耶稣的描写，拢是甲今仔日教会咧传耶稣的无相像的画像安尼嘿。像讲福音书上早写的是马可福音书，马可福音书的第一句话就是安尼讲，上帝囝耶稣基督福音的起源安尼嘿。中文是安尼翻，总是实际上伊即个起源原文叫做 arche， 希腊文有2种的意思，是开始无毋对，总是较强调的，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掌权安尼嘿。因为马可福音书是伫罗马这个城市所写的，伊看见当时的罗马统治全世界的时阵，因常用一个叫做 Pax Romana
就是讲罗马大统一世界，所以因诶君王嘛是诚做亲像一个神诶囝共款安尼，常常咧传诶，就诚做罗马帝王迄种诶崇拜，拄到含咱所看见诶像解释共款安尼，所以一个人伊爱去拜罗马诶皇帝。这甲基督教也是甲犹太文化是一个足大诶对冲安尼，所以伫马可福音书伊咧写诶时，差不多用这种对抗帝王崇拜咧写福音书，咧写耶稣诶角色安尼，亲像咱知影啦，是读路加福音书，又讲去到耶稣，咱啊亲像一个社会运动关心者诶弱者诶角色安尼，像讲伊第一编出来传道诶时阵。又讲上帝灵伫我诶心上，目的要创啥？要互遐善车人受管教、受压制人喏，得到解放安尼嘿。我会记得伫1980年诶时，我伫幼年咧进修诶时阵，迄个时阵拄好是解放运动伫南美非常诶听影诶时阵，以前一个口号讲。上帝无伫教会，上帝是伫抗争人的中间安尼。你伫教会找袂到上帝，你要找上帝，爱去找抗争人的群体中间，才会当找到上帝安尼。所以咱会当看见，倒转去到耶稣，福音书咧描写耶稣的时阵，伊描写耶稣是一个样君王。这个君王毋是罗马。迄种罗马皇帝迄种诶君王，是对抗罗马皇帝新诶一个国度，伊该称作啥？叫做上帝国安尼。讲到上帝国，若是一个国度，若是一个弥赛亚一个王诶时阵，就是表示对当时诶政治文化诶一种诶空间诶表达出来安尼。所以咱会当看见，若是对初代福音书诶描写。耶稣确实是一个社会运动的改革者啦，不一定是革命者，总是一个改革者安尼。还到伫咱所讲的保罗的时阵，差不多是第二代的军队耶稣的人来看，伊咧写罗马书的时阵，伊嘛讲啊足清楚安尼。伊讲，一个君王的权力是上帝予伊的，这个权力为什么上帝予伊？就是伊会当刑罚做歹的人，奖励啥做好的人。假使伊这个功能若无去的时阵，人民就无需要伫遐来顺服伊安尼。所以咱会当看见，用这种的角度来看，保罗先生后来受理的时阵，伊经过最后的一遍受理，伊就是为耶路撒冷。第坐船坐到伫罗马，拄好行过伊古早伊世界报道旅行的一个行程安尼。我想伊迄阵互人掠伫监牢内底，特别伫以弗所书第6章咧讲起到，伊做一个受掠的人，伊目的要创啥？对抗罗马迄种诶权力安尼。所以对圣经咱敢若会当详细来做一个讨论安尼。那对长老会，搁转来长老会来看的时阵，长老会开始行入去这种对抗社会文化、政治文化、宗教文化，通讲是为黄将的牧师开始。伫过去，侪人是进前大部分拢是白人做教会领导者安尼。所以因对这种台湾人各方面受剥削迄种无奈毋是足强来表达，通过神学来看，一直到黄将义牧师伫1960年的时阵，伊开始提出这个主题。伊讲咱信耶稣基督的目的要做啥？圣经咧表达的目的讲啥？伊讲一句我足认同的。伊讲咱是先做台湾人，才做基督徒。所以你也无愿意做台湾人，你要做基督徒，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安尼。总是侪人。咱会当看见遐个华语的教会，因敢若要做基督徒，因无爱本地化做台湾人安尼。所以
黄宗义牧师用这点的，对这个起点，伊咧建造伊的心啊，后来伊所带出来学生有啥土地的文化啊，像讲啊，像咱所讲的这个王牧师，也是亲像讲这个陈牧师、第二号牧师咧讲出头天的文化呢。黄宗义牧师了后，台湾的教会有短短的时间，对于什么叫做基督信仰群体甲社会运动的关系是啥？有做一个深深的一个反省安尼，总是到伫顶世纪的结束，这个运动嘛无去安尼，差不多无去安尼。所以今仔咱会当看见，无论是伫落还是台湾的教会，这宗教信仰的团体，差不多无亲像蔡教授所希望的军队耶稣什么意思？是毋是愿意参与伫社会改革的运动、文化，还是政治的？差不多所有的教会拢足少。像蔡教授参与的迄个教会团体，人真少，大概聚会差不多30-40个人尔。咱会当看见非常非常的少数，虽然因行的是对，总是安怎军队人非常非常的少安尼。所以结论来讲，我要用雅各书内底有一句话，雅各书内底有一句话就是安尼讲，伊讲信仰若无行动，这个信仰是死的安尼，是无路用的，是无功效的意思安尼。所以伊佫讲另外一句话，讲你若知影好，无去行，这就是你的罪安尼。咱会当看见今仔日教会知影什么是良善，什么是对，总是无去行，就真做教会群体的罪安尼。所以咱就讲信仰是一种对抗罪。我想今仔日教会拢做了无够个安尼。我真感谢以前伫美国牧会时，和梁公爷，阮有做足侪这类社会的帮赞救济。我还记得迄个时，阮有一个团体叫做光炎团体。光炎团体主要是关心台湾一寡弱势，像讲迄个时有处置。我的教会有一群人伫东方会足强烈咧参加。遮个台湾的关心安尼，所以迄个时阵，阮这个光炎团体一年有寄100万转来做这类的工课安尼。所以阮当时的其他的长老，其中的一个长老就我讲牧师，你用遐济经费，拢去援助外口的，那你的薪水要为倒来？伊讲甲足无客气的，伊讲可能你来去做去食呢。我讲，假使那因为咱会当去关心台湾、关心遐需要人，我会做去食，我嘛愿意安尼。因为耶稣找遣学生出去时有两个交代，一方面就是传福音，互人明白耶稣基督是什么人；另外一种的任务就是爱去关心遐个善车弱势的人。所以教会若失去这种另外一支爱关心的人，就袂当了解到底耶稣基督在做啥呢？所以我最后要用这个话来结束，就是雅各书讲的：有信仰无行动，这个信仰是死的呢。知影好，无去行动，就是这个群体的罪安尼。我用安尼做结束安尼。咱多谢基牧师遮尔精彩，甲咱讲，无论是基督教这个宗教本身，还是讲咱基督教伫甲台湾的社会运动咧结合，应用圣经会真侪载，甲实际咱台湾历史上发展的例，甲真侪咱伫台湾伫基督教即个基督教徒即个角色，甲台湾的社会运动即个角色顶头的例来甲咱了解。
好，刷来咱的甲时间交互蔡教授来继续今仔日这个主题，咱的宗教信仰甲社会运动。多谢润婷的小解啦吼。听季牧师安尼讲吼，其实伊真侪看法甲讲法想甲结论，我拢真认同啦吼。我搁过来这段时间，我就用较紧的较简要啦吼的方法来说明讲是安怎，我较会来甲即个梁公兄建议即个题目啦吼。因为我2008年底开始绝食吼，本来是讲伫台湾教社会算真斯文啦，拢徛第二线，较无咧徛伫第一线啦吼。所以2008年迄个绝食对抗即个马英九政权就任吼，所以算讲迄阵算真激烈啦。我是伫街头抗争了，较有机会算深入来接触即个基督教的宗教甲信仰啦吼。我小等下讲到讲我最近即几天哦，对即个问题吼算真认真啦。我有一礼拜差不多3-4天哦，礼拜做礼拜，拜早经，拜三去上课，拜五暗时吼，伫台湾参加浙南教会迄个守护台湾基督会。所以一礼拜7天，我有4天拢伫教会团体内底在参加活动啦。算讲嘛真奇怪啦吼，有的人会感觉真奇怪，我是算讲真享受即种的参与啦吼。我其实有一点可能爱先互咱今仔日伫线上的朋友小我了解者。我无洗礼啦吼，所以我嘛毋敢讲我是基督徒吼，因为足侪人对基督徒算真严格啦。所以若照传统的基督徒来讲，我是算外邦人、外邦人啦，嘛算异教徒但是我对这两个名词，我感觉这是古早时代犹太人的讲法啦。即马现此时在探讨宗教甲信仰这种的名词，应该是无适合现代社会吼。所以我的家庭是台湾的民间宗教啦。我即马较无爱用台湾民间信仰，这较早当王爱牧师是有甲伊定义啦吼。我因为我小等下有一个结论，就是讲宗教甲信仰，那照我即马的心得吼，是两项无同款的物件啦。宗教较代表宗教内底祭祀性啦就是讲教规教义啦，这种的较像宗教。先知性呢，就较像信仰。所以这是我伫教会安尼学习得到一个结论啦吼。当然这我最近就去年到今我出两本册，一个就是台迄个国家正常化，台湾有法度无要按即卖花朵行向自由台湾，这一本较薄的册啦。另外一本册甲今仔日的标题有关系，就是讲我嘛请即个建威出版社林文钦先生呢，帮我出一本叫做《生命神学的反思》啦。我想要搁出版第2本，若有较侪的观察甲心得，我嘛会继续写落啦吼。所以我即摆就是讲这宗教信仰是我尾啊感觉参加社会运动了，感觉有需要，较倒转来想要了解这个问题啦。因为头我论定有讲起，就是讲伊对我的印象就是公投名，公投名是全名叫公投护台湾人民，这是在对抗马英九政权就任了亲中这社团组成的啦。但是到尾
大家拢切体啦，大家感觉讲哦，安尼长期安尼抗争因袂堪一啦，所以到尾剩我一个伫街头其他的社团讲较歹势拢挂名咧啦，抗争因也无一定会来，但是民众会来啦但是算讲社团的代表，就是到尾就剩我一个人做主要的啦，其他有几个社团当然有会参与啦所以我是来街头抗争了，较捌两项代志，一个就是叫做恢复的抗争啦。这恢复的抗争的理念因为伫街头抗争，我嘛唔知要怎抗争，因为以前我也捌抗争过以前捌知影讲，就是爱武装革命推翻独裁体制啦。但是就是讲敢若咱也无迄个也无迄个能力啦嘛无迄个资源。社会气氛可能嘛无法度接受这种的武装革命，所以我经过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因的叫做 URM 的训练啦叫做城乡运动啦，刚翻做安尼啦叫做Urban and Rural Mission 啦，拄开始的是其实是一个传教的活动，但是咧传教的重点就是爱解决咱受压迫的人的痛所以这我是伫街头抗争了较学的啦我较具体回想起来就是讲这个对耶稣的这个认识是我去伫台南甲迄个唐德宗公园的新闻的当上有了爱判刑去关啦我伫感觉内底有读几本册啦，一本当然是圣经我有插入去，一本就是迄个甘地的自传，一本就是 Martin Luther King 的自传啦大概是安尼迄内底拢有讲到讲恢复咧抗争元素者就是耶稣啦所以就是讲这嘛尾我感觉讲有需要对圣经更加深入的探讨来学习，看耶稣伫圣经内底所留落来，伊的信用，还是讲伊的教导、伊的智慧到底是啥这是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啦所以就是讲，因为有这种的，算讲有这种的文献所以我伫街头抗争就是讲真侪人拢算讲希望我会当改变抗争的方式啦。真侪人拢建议讲要对付马英九这种独裁政权应该嘛会使考虑武装啦。我是拢感觉讲这应该我的评估是讲这应该是无可能啦所以就变做讲恢复咧抗争变做更较重要啦就说因为咱就无爱行武装革命的路所以就是变做爱倒转来学习较济耶稣的恢复咧抗争到底是会当安怎做应该爱安怎做所以这生活大家了解我会讲这个问题提起这个议题就是讲我研究这个基督教迄个民间宗教我就较无爱强调啦，我是互大家了解一个背景，表示讲我对民间宗教毋是完全无了解啦就是讲村人就是拢在拜拜所以我会搁较仰望讲是毋是基督教因为有圣经，民间宗教无啥物经典啦，然后照我的了解，那阵有诶嘛是拢我可能嘛无接触啦但是基督教有圣经但是就是讲头我纪牧师嘛讲起这教会教会佫毋是宗教嘛毋是信仰，教会是一种宗教一种宗教的教导生活群体啦基本上我是安尼来甲了解啦，所以就是讲教会那照即马的社会观察，讲较济宗教，讲较济教义教规啦，较
较无咧重视信用甲智慧啦。啊，所以就是讲这嘛是在目前台湾的社会诶少年辈就较无爱去教会。听讲这个少年辈无爱教会嘛，毋是单单台湾安尼尔，听讲是全世界拢是安尼啦。啊，所以就是讲这个现象其实有伊的普遍性。就是讲若教会拢咧讲宗教的祭司性啦，吼，安尼少年的袂活啦，袂活紧啦，啊，所以就讲表示讲教会在宣教的时，应该就爱来解说什么叫做信用，什么先知性的信用是啥，先知性的智慧是啥，安尼才会当激发出少年世代对宗教因想要接近的啦，吼啊，所以这大概是我目前简单一个结论啦，吼啊，另外就是讲哦，我的反省就是讲台湾社会运动，我是甲伊看做真大的一个，当虽然名称叫社会运动啦。啊，社会运动嘛是一种公民运动。啊，对我来讲，台湾的社会运动就是独立建国运动啦，嘛是黄宗辉牧师因较早在推动的，就是自民自决运动，就是自决运动啦。这拢是手段甲目标表示的无共款尔。啊，但是要完成最后的目标吼，啊，我定这个定这个题目，主要就是讲，希望透过大家下暗的交换意见，来了解讲哦，咱这个运动若无信仰，毋是宗教哦，若无因为宗教还是讲教会，伊无一定会去讲到信仰啦。啊，我认为讲，我即马就是讲台湾的独立建国运动，欠两项主要的问题啦，一个就是信仰啊，当然这信仰哦，以前宗教信仰是一个复合名词啦。啊，我即摆的看法就是讲，宗教还宗教啦，信仰归信仰啦。因为宗教不一定是等于信仰，啊，两个是足有密切的关系。啊，但是中间因为要透过教会的宣达，啊，所以真侪教会可能无法度去讲出某一个宗教，比如讲基督教，咱的信仰到底是啥？啊，咱有在照咱的信仰在做无？啊，所以就是讲变做到尾啊，就拢咧讲天顶的上帝啦，啊，讲地角的这个罪犯啦等等。啊，我感觉迄种的解说，毋是我要爱啦。当然我要爱，可能嘛，真侪教会嘛无一定认同我讲的啦。但是就是讲，若无安尼来理解吼，这个信仰就甲这个社会运动会脱节，安尼就是迄个宗教变做伫社会运动内底，等于就无发生关系啦。比方头我有举例妈祖的，伊是一个宗教，伊个民间宗教的妈祖信仰，伊毋是完全无信仰啦，伊的信仰是较简单的，就是听到艰苦就是会去甲救啦。但是就是讲伊袂去讲到台湾人到底要安怎救家己，伊袂去讲到这啦。所以就是讲像这种的。我到尾啊，就是甲咱的台湾人未来的命运会脱节去。当然即马是真热啦，但是我感觉就是讲安尼来观察咯，这应该毋是一个我要追求的宗教的信仰啦，所以信仰对我来讲我有我的结论啦，就讲上帝的旨意是啥？就讲一个宗教伊要传达的信仰基督教在讲的上帝国，耶稣的上帝国到底伊是爱咱创啥啦？伊的目标是要创啥？我是感觉本质上就是两项尔啦，讲较简单，甲伊较集中来讲，就讲一个是自由啦。
啊，这个是公义，啊，自由就包括个人的自由啦，啊，咱的民族的自由啦，啊，公义就是要平衡各人的自由，互相之间的自由啦，吼，就是讲袂当讲因为你某一个人的自由比别人的自由更较大，安尼就无社会就无可能平静啦，吼，所以就一定到尾若是发生这种现象，就是大的食细嘛，强的食弱的，我感觉安尼这毋是耶稣基督在讲的上帝国的目标啦，所以耶稣头个季牧师嘛讲起耶稣要出来传教的是，伊就讲要替善者人弱势者发声嘛，伊内底比我举一个讲到这，我举一个例啦，就是讲真济牧师在解说讲到这耶稣出来要互青面的人去看到，要互摆脚的人去会当行。真济人，真济基督徒拢甲解说做讲吼，这是新约啦，讲耶稣有迄个行新约的能力。我读圣经，我袂安尼解说啦。我感觉耶稣咧讲这，其实是在指责遐有知识读册的人，拢知影社会不公不义，当作无看到，安尼即青面人。耶稣出来就是要互遮有读册的人吼，伫迄个时代，就是较关键受教育的人，看到社会公义不公不义，当作无看，佮无爱去做的人，就是摆脚的人。耶稣就是要一方面要替善者人来发声，一方面就是讲要去希望伊对同时代受教育的人，对社会代志无关心，无肯做的人，应该会当互因有一个认罪悔改的机会啦。我是拢安尼用较合我的意思的来读圣经啦。当然这对一寡牧师来讲，我这可能是大逆不道啦。就是讲因为真侪人在讲上帝，拢是讲天顶的上帝，我拢较爱引用迄个，应该是约翰福音书头一句话，就是道成肉身啦，住伫人间啦，就住伫咱普遍的人内底啦。上帝毋是住伫天顶啦，所以我对教会咧讲这个过活节，我家己，我感觉我的解说嘛，拢无，嘛是人的过活，毋是肉体的过活啦，是人的精神、信仰甲智慧，伫其他人身躯顶，若有做出来，安尼就叫做过活。这当然我安尼解说无一定大家人拢赞成啦。不过我是感觉讲，今仔日主要因为梁公兄来邀请我是，我看润婷是要做主持人啦。我对润婷因即代伫台湾的这少年朋友，我是真敬佩啦。就是讲头我在互相介绍的是，因为一群少年囡仔，应该毋知是2018年吼，去蒋介石的迄个尸体遐，去棺木遐啦，去甲喷漆，到尾判刑吼。其实我无甲因帮忙啥啦，我是算讲因若开庭，我会去出庭，我会去听啦，听主要是希望因的胆量会较知，其实因胆量拢真知，因伫法庭内底拢全部拢用台语甲法官甲检察官在对话啦，就讲因要叫因强迫因讲北京话，因无人同意啦，大家拢是用台语甲伊讲，咱的辩护的律师嘛是就是讲伊的语言就较无限制，但是咱互伊咱的这少年朋友拢是用台语啦，这是因迄阵算讲几啊当前就有这种坚持，我是感觉讲因即马少年朋友因为我是伫街头抗争了，我较小可知影讲这要抗争到尾无信仰的力量因为这信仰的力量，当然我以前讲起来，佫回想起来，讲我以前是无相信神啦，无相信有神的，我即马是相信有神，但是这个神毋是基督教，
一般的教导在讲的讲伫天顶的啦，我的神是伫世间的，还是甲咱带做伙，就是有社会运动就有神啦。若要社会运动，这个神就退神去啦。若用民间宗教的讲法，就是退神去啊。所以我是感觉讲，较希望讲哦，咱这润庭因这辈的少年朋友，我唔知影因对宗教信仰安怎啦，但是就是讲哦，应该来深入了解吼，因为伫社会运动顶悬到尾啊，是爱伫迄个关键的时刻。因为你若无信仰哦，就是无迄个坚持的力量啦。到尾啊，就是讲伫足大压力之下，就会散去啦。所以就是拢是到迄个到尾啊，当然我讲这可能是较极端啦吼。像讲哦，耶稣基督到尾啊，伊愿意承担，伊认为上帝这个。交代伊的代志，就想甲上帝讲，照你的意思啦，毋通照我的意思，因为耶稣嘛是过迄个定十字架是到32、23岁尔嘛，所以对性命嘛是拢加减，应该拢有一种留恋啦。但是伊知影讲，伊若无为着犹太人伫即个坎站做一个典范，大概犹太人就无学习的。无法度学习着信仰，去拓宽迄个民族要继续行落迄个难关啦。当然，耶稣的这种做法甲选择，到尾啊，不单是犹太人得到福音，全世界真侪听到这个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嘛拢对因家己的民族有一个足大的快乐。所以我是就是讲哦，我真欢喜有这个机会来讲这个议题啦。讲这个议题是希望伫台湾这少年朋友，因嘛拢对，应该是讲拢甲教会保持距离啦。即马教会因较趣味的，就讲教会济南教会有在关心大罢免，所以教会有在训练这志工啦，还是讲这工作人员，少年朋友拢会来啦。所以这是一个真趣味的，因袂来，我看因无来教会啦，因嘛袂来查经，但是因对教会在推动这社会运动，佮足热心的啦，热心甲讲哦，这看起来台湾应该有望啦。但是我是感觉讲，除了按行动上来理解以外，因为咱着爱佮较侪人了解讲，这种的算行动，基本上是一个信仰的实践啦。真侪人就南做伙啦，吼，就是讲这是因为教会在杀的啦，所以这就较济南教会较有在交陪伊会来。但是我是感觉讲，这个信仰的实践、甲社会运动、甲教会的教导，这是一个应该是讲是会当发展到一个真好的模式啦，吼。所以就是讲但是这就是要透过学习啦，就讲你知影信仰是啥，要甲一般的民众讲啥，要甲搁较济少年朋友讲啥，你就嘛袂当讲完全拢是咧讲抗争啊。有时你就爱甲少年朋友讲，钱咱较会要安尼做，是咱有信仰嘛，毋是咱有宗教啦，就是讲无一定爱啥物宗教所以即马我感觉讲，这个宗教是会使多元的，但是信仰会使爱合一啦。所以教派搁较济嘛不要紧，但是讲伊在传教的这个信仰到底是咧传教啥啦？你也是讲，拢一个教毋得讲哦，上帝是伫天顶耶稣徛伫天顶上帝边安尼嘛无。对少年朋友来讲啦，我会感觉因对这无趣味啦，因就是感觉讲，我住伫台湾这个社会内底，要安怎互台湾愈变愈好啦？我会当创啥？会当互对台湾人会当有淡薄有贡献，安尼因感觉生命就有迄个价值。我先讲安尼啦，所以
当然毋是介完整啦，但是就是讲我感觉以教会的角度来看，就是讲教会本身对宗教甲信仰嘛是爱定心思考啦，袂使用旧的迄套要甲少年朋友讲我感觉若准安尼哦，因应该是无啥趣味啦我是拢真毋茫讲教会是因为头我记牧师有提起，就讲我这个年代嘛是受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发表3个声明，足大的感动啦。所以我就感觉讲，整个安尼回想起来安尼感觉讲，这个基督教在讲的这信仰是真有力的，但是可惜基牧师有讲起啦，就讲即马台湾的教会，包括基督长老教会大部分的教会牧师无咧讲这啦所以我就算讲这个两公长老邀请我空要来参加这个论坛我感觉讲我得甲用这个机会甲我的观察，甲大家做一个交流多谢大家啦，多谢。多谢蔡教授足精彩用伊的行动迄个经验，甚至有嘛是关去监狱内底的时阵，甲圣经查入读。我知影现场咱嘛有阿金先摆嘛有甲我分享过伊伫迄个伫迄个80年代伫封关的时阵嘛是互蔡友传先摆甲白话字才会话题对若是大家各位听迄个基牧师甲蔡教授的分享了后，即马若有想要讨论，无论是问题还是想要讨论的代志，还是有感动想要分享的，拢真欢迎即马会当举手来我人邀请你出来讲话，还是直接咱即马人其实无做，你要直接开麦克要讲嘛会使毋知影咱也是咱敢我想请迄个梁光兄，毋知影梁光兄敢有要回应的部分。大家也搁咧想的中间我来问一个问题啦可能这是买当迄个蔡教授来回答，还是讲基牧师来回答啦就是讲我知影你有去这个台北迄个228公园的公益行动教会嘛你敢会当咁你嘛有去参加这个济南街的迄个处境查经嘛敢会当甲大家小可介绍一下这个在我所在这个228这个公园的公益行动教会因除了一般的这个聚会放伫这个公园了后，拢有一个叫做民主讲座还是啥物款这毋知抑阁有咧进行无另外我想要请教这个基牧师你有讲到迄个定经查经和这个处境查经有小可无共款的所在敢会当较顶下请你来说明一下呢？我先啦迄个其实这个台湾公益行动教会用这个名，伫目前我知影应该有3间啦，有可能话我较无熟。拄开始的是伫台北，这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举办迄个 URM 的训练，有一遍请迄个算讲 URM 迄个创办者啦叫做迄个算 Edfile 牧师来台湾开迄个高级班的课，我迄阵已经上过初级班、中级班，所以到高级班的时因为这 URM 的训练到尾拢爱提出一个行动计划啦，所以迄阵因为 URM 伊一个迄个主要的算讲理论就是讲咱要叫做传教，就是爱解决咱关心的这受压迫，还是讲受压迫的人的痛
所以对我来讲，我上关心的就台湾长期无国际地位的听，所以当然这是我设定的目标啦。伊个上课内底就有足侪将安怎解决，我季牧师嘛讲起，就相对这个台湾迄个厨具啦吼，厨具这台语我嘛袂使样念啊，就这种的吼，这嘛是因这 UIM 的训练内底一个过去有提出来行动计划啦吼，所以迄个高级班了就讲到爱学习耶稣基督伫街头在宣扬这个福音的这个做法啦，卖拢比的吹冷气的来教堂内底就愈吹就愈习惯啦，对社会甚讲艰苦的人就较愈来愈无感觉嘛，所以人确实是无济啦但是我拄开始的是，因为我毋是一般咧讲的基督徒啦，所以我头因为有参加 UIM 所以我有参与迄个创设的过程啦。但是到尾因为这运作就愈来愈体制化愈来愈体制化，就要求讲爱洗礼，较是会友毋是会友就袂当参加长老啦、执事啦、中级的选举啦。我其实我较无爱去像我来教会，我本意毋是要来做中级啦，我嘛无可能做牧师所以我有一阵我就渐渐较冷啦但是尾我知影讲这个陈宏文牧师逐个月拢会倒来讲道伊的讲道我听到真喜意啦，所以原则上我是拢对我嘛无去济南教会做礼拜啦但是我拢伫拜一暗时伫济南教会伫遐查经查经就处境查经啦，就种不管什么经文到尾阮拢会讲甲咱台湾的处境，就讲读这段经文伫对犹太人迄个时代是啥物意思伫台湾即卖的处境咱应该安怎来理解啦特别查经有时看起来经文都真歹读咧但是到尾讨论了拢有法度感觉讲这若伊伫台湾目前的处境咱应该嘛有一寡想法所以这就听多谢来主办的迄个处境查经班的几位牧师啦，因算讲真开放啦我会爱去就是讲我去拢会甲问东问西啦，因为伊做礼拜伊拢有一定的定数嘛照迄定数啦，唱圣诗啦、讲道啦等等啦方言啦报告啦一定的定数了，无啥时间当交换就讲甲牧师请教啦伫查经班就会当安尼请教尾牧师可能看我真到位啦，真侪问题，佮邀请我上迄个郑永文教授开的，伊即马有咧伫济南教会做，应该是做教育牧师啦。伊逐礼拜拜三下晡，拢即马读甲迄个以赛亚书我特别读，嘛是拢有一寡心得啦，嘛有一寡问题拢会甲因请教。因袂甲我拒绝啦，嘛算讲真包容啦。不管我讲对毋对，伊就真包容所以算讲但是拢无少年的啦，就是讲查经班嘛，足少少年。一阵有几个少年的有来但是尾即阵佫较少就拢无来咱迄个行动教会，就是较早伫街头抗争有参与的遐留落来啦当然，讲起来就是讲过去因可能嘛毋捌接触到基督教的这个福音嘛，因即摆愿意逐礼拜不管透风落雨出大日头，愿意伫室野外踮遐这就是表示讲虽然这个方向我是真欣赏，但是社会无咧重视这啦我
拄着啊，甲少年朋友暗示讲哦，啊，你若有闲嘛，来参加教会熟悉遮个群众吼，就伫教会群众啊，因嘛拢做无用的啦，啊，当然无用啥我嘛毋知，吼啊，所以这就啊最近较，这南教会就看较济少年朋友咧出入，是因为清教行动的关系啦，啊，因感觉讲这甲因哦。算讲甲因理解的信仰，我感觉因感觉讲安尼的行动是较接近因对教会在追求的啦，吼啊当然因应该听起来应该袂晓讲甲一般基督徒咧讲的啦，啊基督徒咧讲的迄因可能听袂下啦，应该是安尼讲啦，啊我先安尼来回应啦，来回答梁公长老他伊个问题啦。多谢蔡教授，安尼等下看着你看感觉要回，毋过咱甲时间搁先交互纪牧师。我捌伫报纸看到蔡教授方来关的技术安尼去破贼安尼。迄个时阵我拄好伫台湾咧做遮个感觉的团队，就遮个伫感觉内底人会关心安尼。我伫遐做10年，迄个时阵要想要看蔡教授啦，因为我入去感觉拢诚方便安尼。所以伫感觉内底我有做一寡遮个关心，像讲关心。我每礼拜拢会去含一阵遮艾滋病的人做伙聚会安尼嘿，去含一寡食毒的人做伙聚会。我嘛会去含一寡台湾出名的一寡遮的像讲遮的经济犯罪官。我有一站逐礼拜拢去看迄个金灿雄安尼嘿。有一寡遮个政治的人物安尼吼，所以讲到基督教的信仰，亲像蔡教授讲的，若无基督教的信仰，是若无一个信仰，你要参与长期的抗争运动，无困难，因为信仰就是你存在的目标。有一个神学家叫做保罗·田利克，伊讲什么是信仰？信仰就是你最终极的关怀安尼，比你的性命搁较要紧。就是你性命存在价值是什么？这个耶稣表现出来一种性命的款式安尼。耶稣要出去传道的时阵，伊接受3种的试探。第一种的试探叫做物质的试探，伊讲你石头会当甲变做饼，迄种物质的试探。第二种的试探，伊叫做权力的试探。伫宣道的时阵，你有通会当得到权力。第3项，伊叫做表演的试探。你做这件代志有意义无？甲你存在的目标、终极的关怀有关系无？若无关系，迄拢是种表演安尼。伊有经过这3项。咱知潘霍华，当伊咧从事遮个希特勒的抗争的时阵，伊带一群学生。有一个人新学伊迄种的款式，每逐工的早起，因拢爱做伙灵修。伊讲若无灵修的时阵，常常你的目标，你存在的目标，你无终极的关怀，你行袂落去安尼，甚至比你的性命还要紧。迄就是做一个抗争的人应该有的一种内在的气力啦，我伫5年的中间，伫阮的教会，我有开一个讲座，叫做精警读经的讲座安尼。这甲厝警的读经无关，有一点无相像。厝警的读经就是讲，你读一段圣经，你会想到目前咱的社会，咱要去应用安尼。这是叫厝警的查经。我咧研究的是圣经内底，当伊记载这段记事的时阵。当时的环境是安怎？互伊想要安尼讲安尼嘿，像讲伫保罗伊的这批信内底，又咧讲起到伊抗争当时的罗马政权的时阵，伊拄着的环境，
伊要安怎去？因为有上帝信仰，互伊会当超越遮个困难。耶稣嘛是共款安尼，伊知影伊33岁就爱死，伊要安怎有迄种死的气力，就是伊对上帝信仰啊。吼，伊若无对上帝信仰，伊就无愿意行上各各他，行上十字架即种的道路安尼。啊，所以伊等于十字架结束了后，性命交出去的时阵，伊讲最后的一句话讲圆满啦，吼，圆满，我的生命已经圆满的结束安尼。用这就是种的信仰安尼，对你家己生命存在的意义伫什么所在，迄叫做信仰。啊，所以伊讲一句话，讲若要跟缀我，你就爱举你家己的十字架来跟缀我安尼。吼，我想这是咱为什么重视抗争的运动？你若无信仰的时阵，你会失去你的气力，会失去终极的关怀安尼。吼，这是我要所分享。搁一项，我想爱讲的，就是讲，伫5年内底，阮大概至少有差不多有要到300罐，我拢有做直播啦。啊，你有趣味会当入来看。我毋是咧讲宗教，我咧讲信仰安尼。信仰就是当时为什么伊会写这段经文？伊的背景是啥？伊当时的情景、心境是什么货？吼，像讲，咱主要咧讲耶稣伫拿撒勒会堂掀开以赛亚61章的第1节，就是蔡教授所讲的迄段呢。伊存在目的要创啥？要讨棒，要互压迫的人重新得到自由，互关家的人，还是遐个青的人，蔡教授的解说是正确的。因为迄个时阵，伊毋是咧讲个人的问题，是咧讲整体以色列百姓的民族要行的方向，看到上帝的拯救的方向，就是伊所引用的安尼。啊，所以你若有趣味，你会当入来看。阮逐礼拜的11点20到12点半，拢有做直播安尼。我已经有差不多有5年咧讲这个题目，叫做对当时的情景来了解这段经文，伊要甲咱讲的啥？吼，这是目前阮咧做的方式安尼嘿。足侪长老会青年差不多拢无安尼嘿，因为青年人对迄种死的物件无趣味啦。若要讲2000年前的耶稣吼，无趣味安尼嘿。因较趣味的是讲耶稣的生命，互我什么款的启示？互我对我家己的生命有什么款的启示？互我会当找到方向安尼嘿。这是阮咧努力的所在安尼嘿。毋是咧介绍一个宗教人物，阮是咧介绍一个为着伊信仰愿意牺牲伊的生命的一个人，叫做耶稣安尼嘿。嘿，我做一个回应，好不好？嘿好，赞，你听听。迄个季牧师吼，我是陈明仁吼，之前台湾统治台湾的那个厝吼，你征兵的汉字，我拢有咧看吼。嘿是，名征兵啦，汉字我在古早，看到你咧讲真欢喜，真甲你招呼一下吼。我再补充古早你讲的物件啦吼。嘿好，呀，这个公益教会吼，创立的是蔡明现长老甲陈国忠牧师啦，是12工啦，迄工地步有即包括总统什么啊，之前拢有来啦。对，牧师就等于我伫遐认识啦。对，有一张片文嘛，伫遐做牧师哈。第2摆高雄的诗啦。嘿。所以逐个拜日我拢做2个礼拜，伫阮义工教会煞。我是义工教会会我即摆是义工教会，我拢伫义工教会啦。对。阮义工教会甲这个有真多无共啦，所以迄个蔡教授讲的，我会当理解啦吼。迄个因为我即摆在讲 UIN 啦吼，就名遮的人吼，我就发现迄个吴云顺啦，这拢是 UIN 出来的啦，因为 UIN 我认知是安尼啦吼。UIN 讲这是
伫加拿大登来台湾，就是林宗正甲这个地国中牧师咧主持啦，伫口边。啊，我是因为我几公年才入去啦，对，入去啊入去就是要伊叫做城乡草根组织啦，城乡草就是要教咱咧草根组织啦，要教人去组织啦，重点要教人组织啦，毋是要宣传教啦。啊，我去的是我迄个拄好完全会晓白话字嘛，我就是讲要来，我本来咧做社运政治运动啦，我就是讲啊无我来。我会晓白字，台语拢会晓写嘛。我特别来做文学，做用台语文建国运动啦。咱建国了爱台语，就是用白字做文本嘛。爱真白字啊，写吼，无多发表，因为台湾的媒体吼，拢讲遐知影，会晓出个调回无调符的，干那9个公分尔啦。干那9个公分，咱出迄个白字调符尔啦。四种字得9个公分啦。啊了后吼。我就甲迄个电牧师甲林宗正牧师吼讲，摕我作品互看，讲我想要做这，啊，因就第一个等下讲我想要组织一个台语文的大军啦。而且我要是一个另外建立一个台语文的大军队啦。对。毋是讲甲伊种上做即马，我是2任的第3任的台民必会会长理事长吼，上我算袂少，有咧写用台语文啊。阮即马用台湾字，就是讲我们个人白话字，就是台湾字啦。哦，即个即马伫社会运动，我看着，迄阵我看润行的时，我嘛无熟悉啦。但是我看伊甲林荣正 FB 活动，我就知影伊这嘛是 UIM 的。啊，佮发现即马定来咧上地迄个乌仁村无，迄拢做有较晚啦。我就知影拢 UIM 的，所以 UIM 的训练毋是无效啦。哦。啊，迄个季牧师吼，柯den贤是阮第一任的牧师啦。对。牧师嘿，啊，真正第一牧创来建立的就是电子个牧师啦。对。我建了第二牧师啦，即拢甲阮做缘分。所以阮26教会真少人啦。是。出来拢上拢30-40人尔啦。去嘛，也100外个人尔啦。对。嘿啊。啊，我拢因为我较侪岁，我拢担任双人团契会长啦。我较侪岁啊，啊，迄个因为我本身吼，我讲一个故事啦哈，这较长就讲，因为我过去我有一个婚姻的吼，伊阿公是一个迄个，伊阿公吼是一个基督徒啦吼。逐摆去养鱼毕业的啦吼，啊伊尾也去台南吼，娶到一个。因阿公毋是基督徒，啊，娶了因某是基督徒啦。啊，因某伫破病几啊年，拢较好啦。啊，因阿公吼做医生，就是拢无去开病院，拢伫去迄个病院服务啦，拢无一世人无。啊，你讲这个故事，尾啊，我结婚了，我结婚了，迄个因阿公算讲有咧读国的功夫，我这当然好啦吼，好伊咧写文真好，啊，就叫伊讲会使嫁我的啦。啊，了后伊就。刚我看花看草，我讲阿公咧看啥？我咧看上帝的奇迹啦。这花草什么吼，会当做个真是招比数时安尼啦。刚咧看花草啊，性命呢，我就学啦。伊是医生，但是伊直到花是世人的变性度啦。我甲伊讲阿公，我嘛要做，安尼我嘛要做其他道道，有够公平。我无想要负担，我无能力当负担这事啦，对不对？这工课啊。我就甲讲，我嘛要做一世人变信徒，所以吼做基督徒吼，迄个做丢了做基督徒，迄是一个负担啦、承担啦。迄教会，阮像用教会基督徒丢了，拢真迄个啦，真讲负责着责任嘛。迄毋是荣耀的，迄是服侍的时间。啊，我无能力啦，我无能力啦，负担，所以我较心嘛，70岁啊，我袂使去选啦，所以我过关啊。我做变信徒过关啊啦，我真欢喜。啊，但来问我阿仁啊，你这世人上感觉上惊我代志是啥？我讲我上惊我是，我还未捌上帝已经上帝咧甲引带啦。我甲引带，我好个路一道一直行来。啊，若无上帝，我啥物拢无可能。所以我写文啊，我厉害搞，我讲这是因要拢是上帝的啦。
若无我啥物拢袂改。迄是我感受的，毋是我毋是传福音，我真正感觉说，其他对演讲吼，我地方做上侪工啦。哦，这个可能顶回教授你嘛，蔡教授你嘛知嘛？我既然我嘛讲地方做上侪工嘛。哦，如果若无上帝的恩赐，我啥物拢袂当做。哦，我补充一寡迄个我的经验安啦，啊，迄个教书，嘿，你敢是你做台湾人做啊，遮好啊，系啊系。中华人？无，我讲你以前咧做台语帮做啊，遮好啦嘿。我是讲你问，我问你讲，你敢生气敢中华人啦？啊，是啊嘿。我因为阮迄个，阮是原道记嘛，正记的拢记得大啊，阮这教会我是卖无是记原则啊。是啊，系啊系。嘿，啊，你少伫啊，记啊，毋甲我同班同学啊。对，足侪拢伫原道安尼嘿。嘿，原道遐正记的字数记得大啊。对，嘿。我原道教会边啊，嘿啊，安我知啊吼。多谢你。我先分享到遮。多谢你的分享嘿。多谢阿金生的分享。对，阿金生嘛是我拄则所讲的，伫即条路，其实我感觉趣味啊，就有影，就听各位先辈，无论是蔡教授、基牧师、甲林兄，还是中根兄咧分享，啊，有今仔日的主题。若是大家有要发问的，大家赶紧举手，还是写，若是无方便讲话，嘛会当迄个伫对话窗仔讲。啊，大家若无讲，我小可讲一下，我听了嘛是有感动，对啊，因为像阮母啊本身伊是大学伫台北读册的时阵，伊嘛都有加入长老教会，啊，我从细汉知影，毋过因为我伫庄下，我伫乡村大汉，啊。毋过伊袂特别甲阮讲者，啊，毋过厝里就有圣经嘛，有圣经诶，足侪，伊拢会买足侪故事互阮听，啊，我就是当做故事安尼听。毋过我，就是当做故事尔，我无特别感觉有感动。啊，真正对基督教，还是讲即个信仰开始有感动，嘛是有影是熟悉林宗杰牧师遮诶先辈，啊，伫因身躯边啊，看因用性命。做遮个代志，才开始互迄个信用感动着。其实嘛一直咧问，像阿仁兄这嘛互我问过讲，啥怎你当时做基督徒，阿仁兄就甲我讲，你着加来教会，着加来教会就对安尼。啊，我拄则迄个蔡教授嘛讲，少年辈可能对就教会咧讲诶无趣味还是啥，毋过我其实无确定，因为你讲我家己甲我身躯边诶人嘛是较奇怪所谓诶少年辈，像我即摆看到有咧听嘛是有迄个就拍拼伫好好伫咧，敢有走去，好未走去，嘛是就拍拼伫迄个行政教会，请教也是啥物诶，伊拢会去斗相共。啊，我家己有影我无固定咧去教会。毋过，我爱听 podcast 啦，迄个像我会记敢是罗俊义牧师嘛，有出一系列的迄个 podcast 咧讲用台湾话讲圣经，啊，我就会听啊。我若拄好时间有对，我嘛会参加两讲兄在讲的迄个查经班。因为其实当然有诶教义是讲爱洗礼才算教导嘛。啊，我其实嘛一直会问我熟悉基督徒诶先辈问讲，到底。迄个，互恁决定要洗礼，迄个仪式性诶，迄个物件原因是啥？啊，我即马就有想到问啊，毋过嘛是即样代志，可能过一阵仔会想啊。毋过我嘛感觉，我有感觉着，若是讲是宗教即个部分，其实有迄个圣经即个经典有缘嘛是足重要诶，因为你讲咱台湾，迄是上帝国嘛，啊，咱台湾国要起一个台湾国，若是无一个。其实咱就歹甲别人讲啥物是台湾国，真正就恶地的互人知。毋过上无若是基督教上帝国有圣经通对圣经即个物件去读去熟悉，啊，大家会当用迄个基础做讨论来思考。就伊已经是经典啦，伊就是圣经。啊，所以阮嘛会互阮像阮当年8月15的时阵，迄阵然后会办一个较大型的亲子的活动。啊，毋过伫迄个活动进前，阮会固定几啊礼拜诶公务员训练。迄个公务员是台湾国公务员诶意思。啊，训练阮就会趁8个礼拜，逐个较有闲诶时阵来训练。啊，迄个训练因为8个礼拜嘛，
大家拢是平时拢家己的工课。啊，阮礼拜知啊，阮嘛定定安排去听，对，去教会做礼拜啦。对，啊，无确定安尼对啊毋对，因为迄嘛是互阮敢是咧利用做礼拜即个模式，因为嘛是希望大家爱有信用。啊，当然阮大部分的人公务员有基督徒，毋过大部分的人毋是基督徒，毋过因嘛会做即个礼拜迄个形式，我要互因感受到。仪式本身嘛有影有力量，啊，佮有迄个伫现场咧读迄个经啊，是讲对大家得到的感受可能无共款，毋过我有影感觉遮的较仪式性的物件嘛是真要紧，所以阮其实公务员训练后拄到礼拜在时的阵，阮像阮旧年伫蛋糕盐埕部咧训练，阮就拢是去盐埕教会安尼，伊说，我来头咧冲。哦，你个等来 ，OK。我发现他在看是网络台 KK， 对。就拄着拢会画迄个身体健康、建国成功。啊，像即摆即句话是所有来参加台湾个无论公务员还是家庭还是囡仔，因为像即摆阮就用这来做运动会，因为阮是真正认知，因咱伫街头定来互警察拍嘛，对，我是真正认知着最开始练身体啊，迄款身体训练啊，到迄个。对我来讲嘛是一款仪式甲礼拜呢，有一句话是咱的身体就是咱的庙，还是咱的殿，还是对迄个物件，对，所以身体健康、建国成功，阮到即嘛定定翕相的时阵，阮就会画一句，迄嘛是阮的一款其中一款，敢是算信用，我无确定，啊，甚至阮有后一句啊，身体勇行，人生请赢，对，无确定，对吼，各位先辈，就听到恁的分享真感动安尼，嘿，拄则论坛咧讲的是叫做白话字圣经读册会啦，吼，毋是大经啦。读册会，圣经读册会，较袂讲误会，讲迄是一个牧师来一直咧讲，吼。对啊，即个读册会主要目的。读圣经安尼嘿。无一定读圣经嘿。我补充一下吼，我拢是新人咧教，但是我毋是咧教圣经，是咧教白话字。用圣经咧教，我对圣经毋是遐了解，但是我对迄个用阮倒来台湾之后，我去台湾12年，啊，我就是咧教牧师用白话用圣经的白话字，啊，毋是咧讲圣经，是咧讲白话字。我即马伫30年嘛是安尼，啊，过去是新的圣经也嘛是安尼，因为我毋是受过训练的，无受过神学训练。所以是我这毋是教语言，毋是教信仰安尼就对啦。所以我一这白话圣经我是读较真熟啦，因为我教足久啊。啊，毋过你要对经义了解吼，我足侪人不共款讲法，但是我爱听人讲啦。所以阮教义中教会，拢有逐礼拜拢有迄个我这迄个查经班啦，就大家来读，大家刷了，大家做伙来。就某一书啊，某一几章来读安尼，啊，大家拢讨论，开放讨论，毋是讲拢礼拜后拢无讨论啦。阮礼拜后，阮搁食饭饱，阮会搁讨论出1点钟啦。啊，这个都传教士，毋是讲牧师讲了就无讨论议题，毋是安尼啦。因为教会咧年期，我现在我拢爱去教会，因为我即摆我家己一个人啦，我唯一会当讲话就是礼拜去教会才有人讲话，教会变做我的家庭啊啦。教会是我的家庭，我甲你讲较简单啦，啊，所以来教会什么活动，我拢会去啦。啊，无我就无人去啊你。多谢阿弟的分享哦，我甲讲好了吼，咱今仔日有足侪少年人要讲哦，所以咱遮人老的咧讲吼，咱尽量留，还佫有佩金、金南书伊遐一寡少年朋友要讲。我足简单甲讲好了，就是讲，这个读册会主要的目的是要适合教会外的青年啊来参加的。啊，来参加的人，请会当家己写一篇文章，哈，啊，用个文章来读，啊，大家来分享，哈，啊，因为鼓励大家参加者拢有同款平等的时间来发言，哈。好，安尼我甲时间去交互迄个佩金啦，你嘛是主持人，哈。嘿，我来讲一句话就好来哈。嘿，阮的每礼拜正经的读经啊，吼。阮拢用台语的圣经做阮的介绍安尼嘿，因为台语的圣经比华语的圣经加足
标准，吼所以巴克咧，伊所翻译的台语圣经是比好学本，就是华语的圣经较下原文安尼嘿。所以阮一直拢用台语所以若想要学台语，免来阮的网站，逐礼拜阮拢用台语做阮的语言安尼嘿。安尼咱就有较侪时间的，互少年人来发言啦，吼。来，阮这边美国加州加嘛有，阮嘛有读册会，阮即学期嘛是读圣经嘛是有读足侪圣经的故事内底的故事，教会公布内底的故事安尼，嘛是在内底学着足侪。我古早我平常时喊你听到还是喊你读到的意思，我感觉是对我来讲，我本身是学着足侪。真感谢讲古早咱有即个台语教会公布甲是台语圣经遮个文献白话字的文献留落来，互阮后辈会使甲慢慢甲台语捡转来，因为古早就是像我大汉的时阵嘛是拢无学过台语嘛，是即几年开始学的安尼。对宗教方面，我本身其实嘛是无信教，但是嘛是感觉。有一寡就是我会感觉我甲蔡林贵教授讲的感觉共款是感觉其实宗教甲社会运动是有关联的，感觉是真有是会使先定帮助两个会使互相帮助安尼想讲，敢有别个人，有搁有啥物意见，还是有问题要来分享？但是我今仔小可有较乱者，因为阮囝临时有比赛，所以中有消息一段时间，多谢伦丁看掉。多谢佩金，好野手，等下会要讲话。有人下手，嘿，我就是迄个蔡教授讲，就是定定伫教会出现，定定伫这样教会出现，毋过其实就是阮无较咧参加教会本身的活动啦。毋过其实我感觉，我会感觉，因为我甲迄阵朋友平常时较定接触，所以我感觉无像蔡教授讲的遐尼悲观啦，就是无讲阮遮拢对。就是对神，还是讲对耶稣、对主的物件，遮尔无兴趣。其实阮内底嘛有几个是本身就是信徒，就是阮较食咧讲活动的，有几个本身厝内，还是讲本身家己是信徒毋过阮对参加活动，还是讲咧帮忙这样教会做代志，来其中来去熟悉。教会来去熟悉中国教会，来去熟悉就是牧师，还是讲教会咧做的代志，还是讲就是教会的观念，就是我感觉真有帮助。其实大家渐渐有咧吸收，甲就是体会到就是啥物是就是啥物是对。你无爱读册尔，你无爱读圣经。我爱读，我感觉大家就是读圣经是其中一种模式，就是我感觉阮较侪是用做，还是讲阮直接甲教会人接触的方式，就是阮透过可能甲传信牧师，还是讲联合，就是这样教会长老甲这些来回就是合作来去熟悉主，对吧？其实大家应该嘛是，阮拢有就是三不五时，阮就听黄春生牧师甲阮讲故事，还是讲就是代志，还是讲威廉牧师会甲阮分享，就是迄个教会的历史。因为大部分人可能是无啥物概念，无啥物大部分来参加的人，伊少年辈较无啥物概念，甲去家己去看到即款物件，听到即款物件的机会，对吧？对，所以我感觉嘛，毋是像蔡教授讲的，大家拢无兴趣。其实我感觉大家真有兴趣，只是讲机会毋是介遐尼多啦，对吧？可能你参加毋过爱到倒一步，就是我感觉阮
有的人有的少年辈较先就是就是迄个对宗教这个物件较无，我感觉少年人拢对宗教这个物件较无迄个。较无啥物想法，对家己一生要信啥，这个物件无遐尼明确的追求，对啊。毋过对就是安静所看到要做的代志，较有一个影啊，对啊。毋过阮嘛透过讲阮咧做教会讲时阵嘛要共同大家要拼迄个目标，看到神的存在，我感觉，看到神迹的展现。伫咱面头前，互咱有甚至有这个缘分会当做伙伫咧街头拍拼，还是讲有缘分会当合作，对吧？应该知影缘分是迄个不高的概念。是啊。对那基督教要安怎讲？迄是用词啦，吼。基督教的观念就是讲叫做竞选安尼。上帝甲你竞选，是讲你有甲耶稣三拄无安尼嘿？哦，对啊。伊叫做三拄 encounter 安尼嘿。你有甲真正耶稣基督三拄，亲像有一个人叫保罗，伊甲耶稣基督三拄改变伊的生命甲看法安尼嘿。我想我要分享一句话就好，就是赖清德总统啊吼。伊伫治台湾国的时阵啊，吼，伊的一个方向也是目标，伊常常会引用米迦书第6章的第8节，伊讲行公义、好人民、谦卑，甲上帝同行安尼嘿。即句话包括4项物件，第一就是讲，伊的政策内底有一个叫做公义永续、公义永续，就是讲。你做一个执政者，你的政府，你的方向，就是要有公义安尼嘿。第二就是讲，虽然有人有困难，伫公义的顶悬，可能伊袂当照安尼行。像足侪出事，伊就是一个歹的家庭，伊必须去犯罪才会当生活。吼所以爱好人民，爱同情遮的人安尼嘿。第三项，伊讲你爱谦卑，往往做一个执政者。有时会变做独裁，看家己，咱啊亲像上帝安尼，亲像蒋介石安尼嘿，也是讲亲像遐罗马的帝国的帝王共款安尼嘿，也像许多啦。伊讲你爱谦卑，你毋是上帝，你爱甲上帝做伙行。这是我想台湾国是咱的目标啦。总是这个台湾国有啥物内底因素，也是讲台湾国。伊所统治的是什么款的一个国度这可能和上帝国度有关系安尼。上帝国就是每一个人拢受尊重、受照顾，拢平等对待。不管你是查甫、老的、少年的、主人、萝卜，你拢同款受对待，拢有上帝的形象，所以必须得到尊敬安尼嘿。这是。一般我想，赖清德伊最近有接触基督教的信仰安尼嘿，有一段时间，拢有一个牧师逐礼拜去陪伊读圣经，读2点钟安尼。所以伊对民间宗教迄种价值观，渐会改往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安尼嘿。因为伊细汉就是妈祖保庇所以伊毋敢抗争即种妈祖的信仰。总是伊渐伊的信仰偏向做基督徒，亲像小米琴共款安尼嘿。我做一个补充分享安尼。感谢季牧师。还有啥物人有问题，还是想要发表意见？那无，梁先生是要到几点？咱过5分钟，咱就结束了。对，我想结束。了，要留落来，较搁继续开讲，或者到过5分钟，咱就互咱的迄个讲者较晏吼，但是要离开的人先离开安尼，好吧？我想我来回答一个问题，拄则拢有讲到，叫做洗礼安尼嘿。基督教信仰什么叫做洗礼？
洗礼就是一种的个别安尼嘿，像讲两个人要三甲做伙建立一个家庭，爱互相个别，互相洗浴，对无？对打开始，我无嫁你无娶，当天拢破话啊挂，吼，这就是叫做洗浴。洗的意思就是讲，你甲耶稣做一个个别，然后伫遐讲，你是我唯一要跟地的对象安尼嘿。你安怎行，安怎讲，我就照你讲的，你行的去完成我的使命的目的安尼，迄叫做洗礼。洗礼毋是加入一个宗教，洗礼是对你家己的使命要安怎行的一个个别安尼嘿。是。所以无一定是迄个仪式。对，无一定迄个仪式，因为伫洗礼过程中间，捌有一个使徒叫做腓力，伊碰到一个太监，伊咧读旧约的圣经，读到迄个人伊受苦，咱得到帮助。迄个人因为咱会无教业，得到鞭拍，就是咧讲耶稣安尼嘿。然后伊讲，伊咧问讲，这是什么人？伊讲，迄就是耶稣。伊讲，若是安尼，我嘛要洗礼。要洗礼，当时敢若狗仔水尔，所以就入去狗仔水洗礼安尼嘿。就是讲，伊的使命要亲像这位弥赛亚的使命方式同款安尼嘿。所以迄叫做洗礼安尼，毋是一种的宗教仪式安尼嘿。了解，多谢牧师。好，安尼咱现场大家敢阁有人有要问的也是蔡教授敢有上落尾要补充的？无啦，包括阿仁有讲到讲迄个教会、聚会，因拢有讨论啦。我咧讲的是讨论的拢是仪式做礼拜仪式的后壁节啦。就是讲爱餐了的讨论，我咧讲的毋是迄啦，因为阮伫野外后壁迄节就足歹举行的，因为阮拢下晡时啊甲聚会，所以做礼拜了，糖仔饼摕咧就走啊嘛，所以阮就嘛无啥物算讲真舒适的。迄个空间会当坐落伫遐讨论啦，所以就讲基本上就是照定时行了，迄个做上尾算牧师讲道的牧师甲阮祝祷，就结束啊，结束大家就四散嘛，所以你讲的是恁有迄个空间通后壁讨论啦，伫室外就较无法度啦，所以这点。可能理解啦，所以另外一点就讲，台湾公益行动教会成立的时，其实也无啦吼，林泽夫、郑国忠、林芳总、蔡明宪、我，迄阵毋知阁有送啦，即摆咧林泽夫的过身去林芳总牧师的。身体就算讲无解舒适啦，蔡明宪长老就去台中，搁再开拓一个台中的台湾公益行动教会嘛，伊个算，伊个有民主讲堂啦，台北遮就无啦，台北遮无民主讲堂，本来是有想要用，但是算讲。用了无顺序啦，所以到尾就无。对我补充一下，台南我知影有一个教会，有号即个名，但是因为运作，我就遐人我较无识啦。多谢。欢迎你来阮教会，阮教会吼，一般拢有一个读经的讲座，煞了食饭了，阮有嘉宾做伙分享。
互相讨论谈问题。阮教会是足力的教会安尼。真了紧。所以阮伫教会内底，阮就会签书罢免安尼嘿。恁教会伫倒是啊？阮教会伫中华路口北门下边倒位？啊？你讲伫倒位？阮教会叫城中，城中。城中就是台北市城中哦。对。迄个都英光牧师捌做阮的牧师8年安尼嘿。敢是一个什么迄个船乌船？哦，毋是，迄是北门。哦，迄北门啊。迄是北门，阮是城中。哦，城中吼，对。好，我知啊。所以欢迎恁来阮教会参加读经的讲座，煞了有嘉宾的分享。嘿。啊，你我知城中啦嘉宾安怎讲？嘿，咱问咱。我毋知，你等下台湾咧无？我毋知影啦。嘿，是。这个消息我毋知。嘿，你看安尼，你会知迄落迄边刷去过迄边多好诶，因为时间是无共诶。是。我即马来分享一个代志，你说咧讲迄个郑州厨具诶代志有无？是。伊较早期就是迄个教会的廖碧英吼，按其中诶全部啦，做者彩虹教他，伊做爱做彩虹战报啦，对，彩虹啦，教会做者彩虹报，彩虹就是咧最关心厨具诶这个杂志啦，廖碧英啦，了后就迄个立生基金会就发起一个拯救厨具活动啦。基金会啦，迄个张正忠啦，张正忠你知影吼？张正忠嘿，因就要去找蔡月月，就是蔡月月舞蹈团啦，讲要做跳舞展演啦。蔡月月就讲要去台北、台东、高雄，叫我写诗互伊演啦。好。哎呀，迄个论成知影啦吼。我写诗就写台北诶写一首，台东写一首，高雄写一首，拢较重诶诗啦，讲拯救厨具诶诗啦。迄个蔡月尾张正忠嘛有甲表扬安尼啦。第二届是蔡月个做，第二届吼蔡月个做28啦。舞蹈啦，嘛叫我写诗互伊跳舞啦。伊嘛是台北、台东加南，我嘛写迄个依据事实还那个当天安尼写他首安尼唐诗啦。所以因为迄蔡水馆你嘛记得大啦。是无毋对嘿，因家都拢基督徒，阮查某囝捌互伊教跳舞。伊嘛记得，萧正文吼，较早嘛，我伫台湾师大院，伊嘛伫遐咧教韵律啦。伫遐教跳舞嘿。系啊，萧正文啦，教我读书过啦。好。安尼多谢，拄好咱时间嘛差不多多谢今日梁光兄邀请基牧师蔡教授来分享拄好个阿仁兄参与，有佩金做伙来主持今日精彩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咱会宗教信用甲社会运动。好，安尼咱今日的录影就到这，感谢。好，时间到梁光兄，多谢。后礼拜是迄个你主持嘛吼，每个月第一礼拜的迄个台湾文化。有要来读巴克咧，别人记巴克咧讲到的迄个。好咧 ，OK，你若文宣之后，你较补起哩吼。好，无问题。好嘛，讲即个时间。对，是台湾时间拜六暗时10点3点。好，安尼我即马把即个关起来吼。所以我会搁加留等。